吃吧。这简直太好吃了。我竟不知道汴京有如此美味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那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呢？要不然边走边想。先结账。店家，哎，稍等啊。糟了，糟了，别告诉我没带钱。我没带钱。我平时出去吃饭都不用带钱，就那么几个店，一个月结一次不就行了？不愧是燕香家的公子啊！你谈了吗？平时用脸拼不就行了？不愧是太尉家的千金。现在怎么办？孟华，我有办法。我有个朋友，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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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位，吃好了。好吃，店家。问你个事儿啊，你可认得在下？不认识。那你可认得这位？不知道。他不认识我们，居然连我二人都不认得。我根本不认识我们。走啊！哎，没给钱呢。